观众朋友，大家好早，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洪敏珍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两层火烧的事件，加载拢无人受伤。昨下晡伫咧桃园路德有一搭铁皮仓库熊熊导火，因为现场有未少化学物品，消防队是个通报化学灾害的处理车去现场斗拍火。也那昨暝9点半，伫咧新北树林有一间做家具的工厂也导火，即马这导火的原因要搁伫咧调查。昨暗9点半，新北的树林区东风街一间家具工厂发生火警。伫暗暝中看到规间厂房拢导火，新北消防局接到通报了，随报水线拍火。伫点半钟了，甲火拍花。消防局讲，厂房内面拢是家具加哩哩扣扣的物件。导火面积有1000平方公尺，好佳在也无人受伤。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。另外，桃园路德一间铁皮仓库，19日到2点半也导火。一栋铁皮厝的建筑物的窗仔门一直呛乌烟出来，互人看了真惊。因为现场的这寡窗进前是对俗称化骨水的氰氟酸，所以消防人员也通报化学灾害处理车来到三工。一座老悬的铁皮厝仓库，冲出来乌烟甲规天拢盖掉去，铁皮也烧甲拢变形。桃园消防局总共出动24台70位消防员来拍火，好佳在内面无人。火伫下昼5点外拍花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总统府新的人事安排。总统府昨开临时记者会，宣布因为国际情势的发展，国安团队会有新的人事布局。陆委会主委会由前法务部部长邱泰三接任，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会转做国安局的局长，也那现任国安局长邱国正会去做国防部长，国防部长严德发会转做国安会的咨询委员。新一阶段区域跟国际的局势，以及后疫情时代下所牵动的全球政经的变局，那么国安团队即将进行相应的任务及部署的调整。国安团队人事布局大改变，总统府下晡临时举办记者会指出，因应国际情势上新的发展，国安团队的人事甲任务部署有调整。陆委会主委会由前法务部长邱泰三来接任，现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转任国安局长，现任国安局长邱国正会来接国防部长，国防部长严德发会转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。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，可以说不用摸索就可以立刻上手。最重要的，这4个人都符合新一个阶段国安团队任务的需求。陈明通伊早是台大教授，是领域内底真有名的中国通。前总统陈水扁的时代，就捌担任陆委会的正副主委。伫2018年，佮转来担任陆委会主委到今。若是疫情之下，针对中国配偶今日入境提出烧饼的故事，嘛引起讨论。即马转任国安局长，是伫前局长考费有了第2个非军职出身的。邱泰三嘛捌担任过陆委会副主委，也佮有法务部长，后来转任国安会咨询委员。不离个2019年标出提名以偷走税案件引起争议，请示得到核准，原本传出可能接总统府秘书长，后来是陆委会。严德发已经担任国防部长超过2档，任内发生真侪届演习战机的意外，也佮有在迄当中参谋总长新一名的乌烟直升机的失事事故，传出真侪届想要请示，即马转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，伊个未来也是重要的幕僚。若是来接国防部长的邱国正，伫咧蔡政府时代上台，先后担任参谋总长、替副会主委、国安局长，已经甲所有军职的首长拢做过一摆，正受到蔡英文的倚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咱台湾买预防射的进度，头一批咱向 COVAX 平台注文的新冠病毒预防射计共20万筒 AZ 疫苗，上紧后礼拜就会送来台湾。为好曝光注射的顺序，医护人员排大声，搁来是中央甲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，拍算3月开始注。看到桃园病院急诊室的精神催暗，但市长部长心情袂歹，因为除了桃园病院互相受为感染的危机解除，咱国向 COVAX 锁定头一批固定疫苗也即要来到台湾。不过现场有媒体伫咧问，卫福部对大陆疫苗的态度不明，但市长也马上做出澄清。
您对于进口大陆疫苗态度，我们看来是暧昧不明，所以变成是各家媒体各自解读。暧昧不明应该没有了哈，态度应该是很清楚嘛哈，就是不排斥没打算了哈，就是因为不断的有一些相关疫苗安全的事件哈，在中国不断的发生嘛。好，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哈，纵使想要开，也都因为有这些相关的安全的顾虑。但是，中央并且说明，去年8月就甲德国 BNT 原公司经由视讯会议进行疫苗采买讨论。即阵甲 BNT 的合约已经进入最后一步，加拿大合约上期甲提登来已经新闻稿互相认可。不过，国内专家认为，德国 BNT 公司甲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拢授权予中国的上海复星医药公司。台湾想要西过代理商摕到这个疫苗，恐惊要变数。大中华区是一个形容词嘛，哈，权力并不在我们嘛，哈，那所以我们大概会提醒以后大家将来跟台湾在做往来的时候，哈，那要正视哈，台湾是一个国家了哈，那直接以台湾来做一个交易的对象，或者做一个区别哈，比较不会徒生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困扰。头一批来到台湾的牛津 AZ 疫苗，注射第一顺位是医护人员，大约有33万2千人；第二顺位是中央甲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，意思是维持防疫的重要官员，接触个案也是送餐的第一线防疫人员，也有机场协助入境感染者人员，大约14万人。注射地点亲像需要超低温保存的莫德纳疫苗，会安排伫病院；2度到8度会保存的疫苗，会安排在基层的诊所，也是卫生所，有加采有药方式注射。即阵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甲病院测询，指挥中心也开始准备相关的资讯系统。即阵加拿大疫苗到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着进行国家旅游的起草，台北市公安团局去年释出每人1000块的旅游补助，计共20万个名额。不过，真有网友发现讲，有不少人集中伫咧半暝12点 check in， 谣言讲是有人做手要摕这项补助。台北市公安团局讲，这是因为过年过，因有伫咧网络假做宣传，这名额才提早去互抢了。强调系统拢有防止做手的机制，请民众唔免烦恼。新冠疫情滚价，未当出国民众今年选择伫国内耍透透，为抢国旅商机。台北市观团局去年底推出1000块旅游补助活动，第2批自由行有5万名补助名额。旅馆业者会伫门口放广告，提醒民众加价利用。想未到年假了后的上半日，生意汹汹爆量，人坐甲一间房间拢无。我们没想到为什么这几天我们两馆负责忙得要命，怎么奇怪？这几天怎么那么多客人？我们也觉得这2天那么多客人，但过年那段期间是没有那么多客人的，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客人。补助原定3月7停止，不过提早伫10月名额都用了。有网友怀疑17开工这一天有4100多人申请补助，甚至集中伫半暝12点是无合理，怀疑有吹人头促销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，市会确实查核，业者确实有不法，就是涉嫌伪造文书。如果有人胆敢这样，他来伪造文书跟相关的刑责，你不可能40间房你称假4000个啊，所以用人头也没有用嘛。所以我们本来就有一个防贷的机制。根据关团局实际调查数据显示，春节期间一天上悬订房量是5300间，17开工订房降到3600间。因为大家伫网络咧宣传，所以10月标出大量订房，前几名拢是有名的饭店。有些旅馆甚至在昨天一口气入住60个、70个，都是临时的订房。那根据这些旅馆的观察，主要原因有以下的几个原因：第一个，包括是寒假延长；第二个，抢加码购最后名额。关团局强调，系统有防备机制，免一房坐卖。过落实证件加防护管控，配合后台分析，免毒弊端，那比查出会比以上发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来讲，全世界 COVID-19 有风险分配要真无平均，有75%集中伫咧10个好野的国家。联合国即马就表示讲，还佫有130外个国家无去分到疫苗。即马有风声讲，美国会伫咧4月举行的 G7 高峰会，援助40亿个美金予 COVAX 平台。然后法国总统是呼吁各国要爱甲库存的疫苗让予开发中的国家。
全球疫苗分配无平均，服药散车差真济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指出，目前有超过130个无分到任何疫苗，不过全球有75派疫苗将压伫10个富裕国家的手头。Vaccine equity will be on the agenda at both the G7 leaders meeting and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omorrow. 19要开始的 G7 高峰会，美国总统拜登会以视讯方式参加。根据白宫的讲法，拜登将目标放伫疫情、甲疫苗生产、甲分配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会宣布要有40亿美金，相当1133亿新台票，予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。另外，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接受媒体专访，也呼吁好些西方国家转让3批到5批疫苗库存，予开发中国家协助对抗疫情。南美洲的秘鲁第7次摕到30万剂来自中国医药集团研发的疫苗，不过却被逼空，有高官滥用特权抢先做疫苗，引起民间不满。经过调查了后，当局初步掌握一份清单，有487人，其中有前总统翁某甲其他高官甲家属。见小台也收到外交部甲卫生部长2人请示落台。de las cuales 1.200 fueron a la embajada china y de los otros 2.000 es que estamos viendo dónde están, a quién se vacunó. 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。再来看缅甸，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，特别1个月，即马缅甸的人民小耍发起罢工的行动。伫咧初九，有一位20岁民众去互军政府开枪，射着头壳。经过10天的抢救，昨不幸过往。另外，军政府正夜讲要通缉伫咧缅甸正出名的演员甲导演，认为因有煽动民众参加抗议。大声喊口号，替自由战线行行，逃离恐怖主义独裁飘逸。伫缅甸军政府2月初拘禁缅甸实际领袖翁山苏姬甲国会议员等人了后，缅甸真侪城市，包括仰光、下城等等，拢有公务员、教师、工人等等真千人加入去游行示威，要求军方甲翁山苏姬放出来，也有民众要求释放家己的囡仔。放下啦，剩下你也放下嘛嘞，拄拄啊。山那边的路子路呢多嘞，模糊拄拄南边的跑我们公路克里里啊，叫做外边呢呢啦，啊有热点的标ဝင်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ဖမ်းသွား吧。伫军方继续用战车、水炮车甲兵仔来镇压示威队伍的时阵，所传出伫首都奈比多示威的20岁女性对开，去军方开枪大着头了后，送病院抢救10天了后，伫19传出不幸过身的消息，嘛叫做这届示威活动当中的第1个牺牲者。而且缅甸军方阁宣布要通缉了缅甸真有名的亚裔班菲杜，还有伊的导演阿塞纳奇等等总共6个演员、导演甲歌手，因为讲应用知名度来煽动民众家己去抗议。若是缅甸军政府的行为，嘛引起英国甲加拿大制裁发动政变的军方将领。And on top of the 16 individuals already subject to targeted sanctions by the UK, we've added 3 further names today, 2 individuals from the defence and interior ministries responsible for attacks on protesters and for the coup itself. 根据了解，制裁内容包括冻结资产，还有实施旅游限制，避免外来人道援助间接去予军方接收。除了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日本、澳洲甲印度外交部长19举办视讯会议的时阵，嘛强烈表示反对以武力改变宪法，要求缅甸赶紧恢复民主。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。今仔日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？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报纸。先来看《自由时报》。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，去年工业服务业访请的员工人数平均测有795万外人，是这10年来头摆减少，减0.15%。不过，去年员工实际上领到的和平均摕到的薪水有41538块，是历史以来上悬的。再来，咱来看《联合报》，无受到少子化影响，教育部上新统计显示。全国高中职学校学生人数上多前10名拢是私立的，其中高雄私立中山工商有关排第1，全校有8449人。来看《澎湖日报》。今仔日东北季风溜溜减弱，西半部风速也变慢，扩散条件歹，空气品质到后礼拜4恐行的拢无理想。环保署昨召开南部县市应变会议，要求西半部16个县市要加强稽查大型污染源，国营事业和大型的民营电厂也拢要降低运能和排放量。
再来讲，因为欠水，南投这日月潭的水位继续伫咧降，昨早起日月潭的水位干达剩741公尺。台电表示讲，水网水利发电无受到影响，不过因为配合水利署爱调度用水，水位才会遮尔低。因若伫咧德基水库，即嘛是因为水位伤过低，无再调供应发电，这个月3号已经停止发电。大边仔的土石拢看现现，顶头的铺牌甲码头差几落站楼悬。虽然还阁有真侪人要来坐船，也毋过风景甲以前是袂比的。是在想说是雨水最近比较少，所以才渐。几年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，很漂亮。要去坐船的引导变做正惊，囡仔拢爱大人牵。南投日月潭因为欠水正严重，4个主要码头拢变做执行。虽然船还阁会当停化，也毋过水位正低。也是有可能扩化，还没有碰过说完全封闭的状态了。每个府它的一个地形的状况并不一定一致。好，那我们会每天会观察。立管处讲，19早起7点的水位741.4公尺，有效调水率只敢若剩58.72%，甲满水位差7公尺。台电台湾电厂讲，水情继续正严，因为配合水资源调度，所以水位创新低纪录。中区水资源局调度需要的水量，就由灌场水利来供给。抽蓄水利，因为我们还是往回抽嘛，目前是不会影响抽蓄发电。台电台湾电厂讲，即马日月潭的放水量大过入水量，和调水的压力愈来愈大。虽然即马调水力也是当维持发电，不过灌上水力就要接受调度。伫台中的德基水库也因为水情严，水位搁再创新高，这个月初3水力发电就停落。供应民生及产业用水，因此，各地的水库的水位都会缓步下降。根据水利署的资料，德基水库的水位19早起7点已经降到1344.99公尺，已经比发电上计水位1350公尺较低，是建厂以来第一遍因为水情停止发电。虽然袂影响民生用水甲用电的调度，不过当时会当消透，也是看春号来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28连假就要到位咯，就惊防疫出现空棚。铁路局拍算要延续过年时防疫的措施，限制每一班对号列车简单会当卖120张的客票。不过这项政策敢有法度改善民众买无客票，改用电子票证就车，抑阁需要观察。每一班对号的列车敢若卖120张客票，28连续假期就要到啊！代替按算要用过年期间的做法，以免车内伤侪人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。不过敢有效，因为真侪人用电子票证入去车站，无买票就上车。根据台铁上新的统计，2月初8到16，伫普悠玛甲泰鲁阁列车部分，违规用电子票证上车的补票的金额就超过70万，罚金30几万，总共查到5523件违规。28连续假期就要到啊！台铁局讲会想办法改善人资的问题。那台铁局的做法就是会请列车长加强巡视车厢，来分散旅客到其他的车厢，并没有过度群聚的现象。这边年假，台铁估计伫2月26、27甲3月初1人会上济，会加开车班甲加挂车厢来应付。台铁局都会还是准备有预备的编组依照现场的实际需求来去做应变。如果有加开的需求或者是加挂的需求，会是现场的状况来去做调整。台铁讲上重要的是民众一定要遵守疾管署的规定，配合防体温、挂水安。台铁也加强宣导，希望民众大家配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讲为这片土地贡献心力的人，教育部逐年举办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，今年头摆增加终身奉献奖。今年得到这项奖项的，就是长期用心吹杀传承本土语言的学者周丰富先生。用歌声唱出台湾本土语言的水气。教
教育部举办的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，今年有8位个人以及2组团体受奖。尤其今年头摆颁发终身奉献奖，受奖人做丰富教授，推动这种本土语言的传承。伊表示，语言的学习就要把握重要的关键时期。即马大部分的人就是讲，伊这个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，可以流失掉了，无去掌握这个关键时期。关键的时阵是3岁、4岁、5岁左右，那有咧使用这个语言，伊后摆世人拢袂忘记。各种语言嘛有无同的腔口，来自云林西地龙岗的历史老师李秉忠讲的，就是客话中较少人使用的教安腔。日本时代是人算过了，差不多过50年吼，因招安开始要冒开啦。不过到尾招安因招安开还佫出啊，鸟子讲还佫出，三个贵状跳拢讲卡书，迄算做顶外跳毛讲，顶贵状跳拢讲卡书，佫嘛袂迁入啦。啊，文体近的武校毛讲，你学习力啦。你武校毛讲吼，佫要失了较紧啦。台湾阿美族语言应属发展学会理事长朱清义嘛整理伊30-40年来研究，出版阿美族语的语法册本，跳脱过去语言教材拢是以英语本位为主的思考，用家己的族语观点来出发。我写了一本Ulalaku no Soal no Bangsa。新观念阿美语语法当作是我生命的礼物借着这个礼物呢，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族人，希望我们的语言能够长长久久的传承下去。我爱台湾，我讲母语。教育部伫2月2日世界母语日进前举办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，希望落实语言平权，嘛5万个人做伙讲母语，和台湾这片土地丰富的本土语言会当代代相传。记者杨淑晴、曾佩文台北报道。今仔日的天气变化啥款，做伙来去看气象资料。在北部温度上低10度，上悬24度；中部温度上低11度，上悬25度；再来在南部温度上低14度，上悬26度；东部温度上低12度，上悬23度。在金门、平阳、马祖9度到22度。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敏珍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